離開咗熱鬧嘅壁畫街區，我哋一路向海邊行。呢度嘅街景逐漸變得樸素，遊客嘅喧鬧聲慢慢退去，眼前出現一排架喺海上嘅高腳木屋。呢度就係喬治市著名嘅聖士橋啦。所謂嘅橋，其實就係從岸邊延伸到海上嘅碼頭棧道。最初就係為咗方便啲船仔靠泊同埋裝卸貨物。18、19世紀以嚟啊，喬治市作為馬來半島西岸重要嘅轉運港，吸引咗大量來自福建南部嘅移民。佢哋喺海邊碼頭一帶從事裝卸同埋擺渡工作。隨住港口貿易嘅增長，嚟自同一籍貫、同一姓氏嘅移民呢，就逐漸以宗族嘅方式經營特定棧橋嘅生意啦，並喺橋邊搭建棚屋歇息。棚屋後嚟咧就擴建為高腳木屋，最終形成咗我哋今日所睇到嘅水上聚落。喺眾多嘅聖士橋之中，規模最大、最具知名度嘅咧就係聖洲橋啦，大概有70幾棟嘅木屋同埋多間嘅廟宇組成。20世紀前半葉，隨住石同埋橡膠貿易嘅繁榮，聖士橋嘅人口增加。但喺1970年代，港口轉向集裝箱碼頭之後咧，傳統碼頭經濟就開始衰落。呢度一度被視為低收入社區，亦曾經面臨拆除嘅壓力。直到2008年，喬治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，聖士橋被納入核心嘅保護區，先正式成為咗重要嘅活態遺產社區。企喺聖洲橋上回望，海風帶住淡淡嘅鹹味。港口貿易嘅繁華已經遠去，但宗族結構同埋居住形態仍然以某種嘅方式被保留咗落嚟。